主啊，你的名一期元大。阮的主啊，你的名一期元大。我就是拿着就麦克风啊，靠近一点比较高兴。还是你要试试看？1 2 3，好，要这样讲。会场请。喂。大家平安。即摆咱开始吟诗学录。即摆咱来吟第一首圣诗，圣诗第28首。圣诗第28首，起码看到出照跋落。即首歌的歌词是出自圣经路加福音12章。耶稣的教导提醒咱，上帝连一只触鸟、一蕊花拢伫看顾，伊也一定看顾、保守、听顾咱，互咱上大的平安。即摆咱来吟全首。
仔咱来吟第2首圣诗，圣诗303首。圣诗303首，主，我要学乐你。即首圣诗是学乐宣扬感谢、奉献家己的圣诗。这是法国音乐家弗雷谢所写的，伊后来也成做一位牧师。即马咱来吟全首。主，我要学乐你，尽心尽意，我要奉养你，奇妙大愿你，归因公你性命。主，我要学乐你，尽心尽意，对你要吹着人生的喜乐，哈利路亚。主，我真心听你，尽心尽意，我要保养你，奇妙大愿你，归因公你性命。主，我真心听你，尽心尽意，对你要吹着人生的喜乐，哈利路亚。主，我要服侍你，尽心尽意，我要保养你，奇妙大愿你，归因公你性命。主，我要服侍你，尽心尽意，对你要吹着人生的喜乐，哈利路亚。即马咱来吟第3首圣诗，圣诗506首。圣诗506首，拜上帝的囝儿。即首圣诗可能伫咱细汉的时阵就有听过，是一首教是囡仔对细汉就爱有好的品德，爱诚实，爱稳困，爱讲好话，爱善良。即首诗歌也提醒咱爱常常会记哩上帝的话，做伊的好囝儿。即马咱来吟全首。拜上帝的囝儿，是上着欢喜，因为上帝叫我来，伊听咱
即摆咱来吟最后一首信诗450首，信诗450首，恳求上帝施阮赐福。即首信诗是出自奇异恩典，歌词讲着上帝会赐福家庭，人人和好，这就是真大的福气，因为上主甲咱相甲伫咧。即首歌咱大家吟2节就好。到这啊，咱因西学路到这结束，愿上帝的慈爱平安充满每一个家庭。即时礼拜要开始，请咱大家备万心来敬拜上帝。所行完全尊叹耶和华律法的，即互人有福气；遵守伊感情的话，专心找伊的，即互人有福气。少年人着用啥物来称起伊的所行？是着照你的话来说字行。我专心找你。求你毋通互我迷路，离开你的界面。我将你的言语藏伫我的心内，免得我得罪你。耶和华啊，你是应该受侮辱的。才甲来吟诗侮辱上帝。信诗第28首，信诗第28首，天边看到七鸟跋落，请大家起立吟全首。
祈祷，请了运者同学带咱来祈祷。谢阮的天父上帝，感谢你的恩典，互阮伫爸母的车中间来长大，也将即份信仰传承互阮，互阮伫少年的时救来灵肉主你的名，恳求主帮助阮，伫充实阮的财物，对求主所手术，阮人生的道路过程中间，灵肉主你是一切的源头。当阮有成就的时，会当知影强避稳顺；当阮拄着困难的时，会当了解这是主赐予阮的考验，勇敢来面对，也学习用灵敏的心来对待其他拄着困境的人，帮助阮学习所挂当的爱主的真理。互主的话语加做阮脚前的灯，甲路上的光，互即份信仰加做阮家己的信仰。谢阮的主，阮也要感谢你的恩典，互阮有份伫你所起造的大家庭——世人教会，伫遮受好的信仰教育，甲长辈互阮满满的疼。恳求主保守阮的教会，诚做一个有疼的所在，谢阮的厝边甲阮的社会，也保守教会内的会友，伫因的工作甲家庭、务实的中间，有主手术的快乐，为主做美好的见证，也恳求主看顾教会内年长的时大人有健康的身体甲安乐的生活。阮知阮的祈祷是无完全的，但阮照着主你教示阮的安尼讲。会众请坐，咱三甲来启引。启引文第37篇，信息后面第1067页。这篇启引文是出自箴言第23篇，请吴新杰同学带咱来启引。我的囝，你的心若有智慧，你的喙若讲正直，毋通欣赏歹人，将来一定有毋望。我的囝，着听着有智慧。着听趁生你的老爸，着买真理，毋通买。正直的人会老爸活大快乐。着互你的爸母欢喜。我的囝，着将你的心交托我。大家来吟信诗第303首。主，我要学了你。会众请起立，吟全首。
请坐。祈祷，请主家洪同学带咱来祈祷。做伙来祈祷。慈悲疼阮的天父，感谢你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阻止阮，恳求你的圣神只是临到，充满阮的心，更新阮的生命，互阮会当搁较真实认捌你。恳求圣神清去阮的心灵，拄起即世间带互阮的迷信，互阮专心来仰望你，专心来学习主你的真理，活出荣耀你的生命，遵守你的诫命，跟对主你的脚步来行。阮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免。大家来读圣经，今仔日的经文有2位，第一位是提摩太后书第1章第5节，第二位是提摩太后书第3章第17节到17节。请郑天爱同学来读经。提摩太后书第1章第5节，我会记你有纯真的信心。这个信心，你的外妈罗伊，甲你的老母尤尼基生有，我相信现在你嘛有。提摩太后书第3章第17节到17节，总是你着持守做学习。做亲信的道理，因为你知，这个是对啥物人学习的。你嘛知，你对细汉就明白圣经，这个圣经会当互你有智慧，通通过敬识基督耶稣得到拯救。全部圣经是上帝的神感动写的，对教导、对督责、对纠正、对训练人行正路。拢有利益，互好在上帝的人总备好势，通做逐项好事。愿上帝赐予听伊的话，搁照伊的话去行的人。下面要请儿童主持甲少年团契。用诗歌带咱来敬拜，因要吟的诗歌是：阮的主啊，你的名极其悬大。
即时请黄春生牧师讲道的题目是生命的导师。天下世大平安，愿上帝恩典，甲咱每一位三个弟弟。咱真感谢今仔日咱儿童甲少年带咱做阵来敬拜，因用真心真力来准备今仔日的礼拜。咱也爱感谢上帝，呼召老师、家长甲辅导，伫因逐礼拜的中间，无论是伫儿童的主日学的这个儿童礼拜，也是因团契的生活中间，拢带真好的这个信仰的教导伫学生的中间。所以今仔日会通有这个机会，咱三个来敬拜咱的上帝。今仔日的信息中间，咱要做阵来思考一个真要紧的问题，就是伫咱生命中间，有啥物人是咱学习的这个导师，英语讲 mentor， 是一个陪伴生命成长、鼓励咱、引带咱伫人生正确的道路顶头。这人有可能是咱的父母，是咱的老师，是咱教会的辅导，嘛有可能是曾经捌启发咱的一个信仰，还是讲生命中的模范。这个 mentor， 这个导师，伊毋敢若是教导财物，搁较是用生命来影响咱的生命。伊看到咱有啥物款的这个 potential， 咱的潜能，愿意陪伴咱做阵来成长。我想，生命的导师，这是上帝安排伫咱身边，真做咱的祝福的人。生命的导师，伊会引带咱经过人生，咱学担当，也是咱拄着挑战的时，也指引咱人生的一个方向，互咱知影啥物是上帝的这个价值，互咱会通经这条路来行。搁较是咱灵性、人生智慧的启发者。伫咱今仔日所读到的经文内面，咱就咱看到圣经内面一寡这个咱讲导师也是 mentor 的人，比如讲提摩太，伊的老母甲伊的外妈。伫圣经内面，提摩太后书第1章第5节就会讲起。保罗讲：“我会记得你纯真的信心。伊这个信心是对大来，是对伊的外妈罗伊，甲伊的老母幼年基。所以通过阿嬷，通过老母，真做伊的生命、伊的灵性真要紧的启发者。提摩太是保罗所喜爱这个属灵的囝儿。伊少年的时阵就受差派，伫教会内面会带领牧养教会。但是更较要紧的，伊的信仰的基础是出自伊的老母、伊的阿嬷。所以咱会通看到，伊的老母、伊的阿嬷，就真做伊生命中上早的一个mentor。咱若搁来看，咱我所读到的。提摩太后书第3章14节到17节，会讲起你所学习、确信，这是你对细汉就明白的圣经内面，会通互你信靠耶稣基督有得救的这个智慧。所以咱知影，伊伫成长的中间，提摩太有侪人真做伊的帮衬甲祝福。我也要来讲起我家己成长过程，我所看到的一寡mentor。我的老母是基督教的家庭，伊是第4代。我的老爸迄当时还未信主。我细汉的时阵判重病，差一点要死，结果后来上帝互我活落来。
对迄当时开始，我的老母就甲我的老爸讲：啊，这个囡仔的命吼是上帝救的，你着爱带囡仔安怎去教会。阮老母要甲阮爸爸传福音拢传无啦。啊，但是伊讲吼，啊，这囡仔吼是上帝救的，啊，所以你爱带囡仔去教会安怎上主日学。所以我上主日学的时阵，我的老爸就是坐伫迄个主日学教室的上后壁。经过几啊冬了后，阮老爸去甲牧师讲牧师我要受洗咧。啊，牧师甲问讲吼，你都拢无来听道理，你太对圣经有认捌。阮老爸甲牧师讲，你甲我考试。啊，真正甲考试哦，圣经的知识甲考试。考了后，牧师甲问讲吼，啊，你太拢知影遮？伊讲吼，主日学的老师教我的。所以我的老爸的 mentor 就是主日学老师啦。这是对我家己信仰成长的中间所看到的，因为我的老爸就是陪我去上主日学，后来以色列。我伫青少年时期，其实嘛是一个爱佚佗、叛逆，但是我迄当时教会内面有一个长老，就是阮的辅导，伊真做阮真大的帮衬，我拢永远会记得伊。但是伊足少年的时阵，50几岁就过身。伊当时伫台大咧做教授，梁文杰长老。啊，伊有一个这个伊嘛伫中央研究院有一个办公室咧做研究。伊拢招阮安怎？来去中央研究院，伫因迄个大楼下底，伫遐怎拍乒乓。所以伫教会内面聚会，逐礼拜就是安怎？走去中央研究院遐咧拍乒乓，这是阮少年时期一个真要紧启发阮的一个 mentor。感谢上帝，互我伫成长的过程中间，对伫囡仔的时代有主日学的老师，真做我甲阮爸爸的 mentor。伫阮青少年时期，有教会辅导长老，真做阮生命的这个引传。迄当时，阮有真侪奇奇怪怪的问题，拢问阮的辅导。啊，阮的辅导足厉害，伊就安怎将阮这个这个天马行空的一寡问题，伊拢安怎？伊拢回答。印象上深的，就是安怎？一讲到创世纪的故事，伊遐。问阮的这个辅导，当然伊是学这个科学的，伊会用伊的观点来甲阮来说明，到底圣经内面会讲啥物。到后来我去读神学院的时阵，出业，我会记得我伫毕业前，阮有一个学长。转来伫学校甲阮咧分享，伊竟然讲一句话，讲吼，我学校学3年，出去牧会3个月就用了啊！阮惊一个，啥物叫做3个月就用了啊？伊伫遐讲，迄个讲道对伊来讲是一个真大的压力。我迄当时是做班上的班长。我就甲同学讲吼，讲啊无吼，咱既然吼拢要出去牧会啊，安尼咱排一个时间，咱吼来毕业旅行啊。但是阮的毕业旅行是创啥物？对台北到伫南部安尼坐一轮转来，去拜访阮厝地方的教会的牧师，啊要带，教会若有福音，叫个福音传，就是安怎？咱的坐椅啊。教会礼拜堂就是阮困的所在，就是遐安尼坐一连转来。阮第一站去东门教会，因为我做神学生的时阵，我东门教会拄我无牧师，所以我伫东门教会做神学生，所以我爱带查经班，我爱讲道，所以我第一站就是伫这个东门教会。
因为我新学生要离开的时阵，罗水牧师拄好徛在台北，我真爱听伊讲道，亲身去引。然后我参加伊的查经班，所以当我听到迄个毕业学长讲，新人院读道学硕士3年了后3个月用了，惊到要死。但是我看到一个牧师，伊的讲道会通较尼有气力，会通较尼有启发性。其实，罗牧师迄当时就真做我讲道顶头的一个导师。有人会甲我讲，牧师啊，你办代志、办事工，会通安怎较尼有特殊来进行？啊，你是天生的吗？无啦，迄拢是生命中间有mentor，你会当对因的生命中间去学习。我家己母会大恩教会的牧师罗连成牧师，伊就是一个足够规划的人，因为以前伊上早以前捌伫YMCA伫遐做专业的干事，所以伊足够计划，足够规划。所以我有真侪相关的规划啦，啥拢是自细汉的时阵看教会，迄个牧师伫遐怎，伫遐会带教会，所以我伫牧会中间深深影响我。讲道顶头罗牧师会帮赞，事工顶头罗连成牧师会帮赞。其实，咱会通看到，咱人生的中间拢需要有侪人。咱的mentor真做咱的养分。那亲像圣经内面在讲起，提摩太小时候，伊不是他不是自己摸索。提摩太小时候，他身旁有伊的阿嬷，他的妈妈会鼓励伊陪伴伊。伊不是干那传导这个知识，乃是活出迄个信仰。遮个什么人是真做提摩太的 mentor？ 除了这个提摩太的阿嬷甲老母以外，其实咱看到伊后来牧会的时期，保罗就真做伊的导师。所以上帝会安排咱生命中间无同款的时期，有无同款的导师，甚至咱也受呼召。真做别人的mentor。今仔日咱的学生会通伫遮带领咱来敬拜，背后是侪对校长，咱的校长好加在无校长兼讲经人，伊毋是一个人，伊是一群人，一群老师，一场家长，做阵会带领咱的细囝。一个健康的教会，毋是校长兼讲经。一个健康的教会，也是讲健康的主日学，其实是咱做阵来推动，做阵来带领。所以我若有去到伫主日学、儿童礼拜一讲道的时阵，我就看到老师陪伴囡仔，对诗会开始，搁吟诗、读圣经，因的礼拜就是安尼进行。所以今仔日对这个礼拜对因来讲是安怎袂切分的？因为因一直以来拢是用礼拜来敬拜上帝。因为圣经内底会甲咱讲，毋通停止聚会，这个聚会就是敬拜上帝。这是一个真要紧的。其实一个社会要有进步，需要咱会通安怎有迄个呼召。咱会通伫社会中间，嘛会当找到mentor，也是讲真做别人的导师。顶礼拜在召开小会的时阵，会中有通过一个慈善基金的捐款，咱捐100万，予台东大低本地区的孩子的书屋。其实咱前咱嘛有捐款予男士的事工。咱嘛捐款予迄个照顾喜憨儿的育成中心，迄个庇护中心。因为咱看到这个团体拢是做真水的工，因的中间拢有真侪人愿意屈给家己，
伫遐来服侍需要的人。因为中间嘛有真侪迄款的导师，性命的导师，讲到这个孩子的书屋，迄个故事真长。伫1999年的时阵，有一个人陈俊人，伊伫36岁，伊就将伊台北的行李收起来，转去到伫故乡台东。伊伫遐准备讲要啥考迄个书记官，啊嘛是要去修补伊甲囡仔的即个关系啦。所以伊咧准备迄考书记官的即个中间，伊也发现真侪原住民的囡仔，拢安怎拢无人照顾，因为爸母拢出外咧趁食，啊所以拢伫遐伫部落中间拢是安怎，拢是对阿公阿嬷，甚至有的人是安怎寄庄脚的即个亲人的照顾。所以伊伫遐看到即个现象，伊就义务伫即个部落的中间教囡仔教吉他、拍球。但是安怎？因为伊投入足侪时间伫囡仔的身躯顶，啊，所以伊考试安怎？考司法官拢考袂过，所以伊四遍落地啦。所以伊后来讲啊，这都毋是我要做的，互我陪伴囡仔的成长，是我真感觉讲有意义、佮快乐的所在。所以伊就开始伫即个大治本地区，开始会做遮个囡仔的照顾。一讲起，讲大多数当地囡仔欠缺迄个读册的环境，真侪人国小毕业了后，伊的程度安怎？佫比都市的国小的学生的程度佫较歹，因为拢无学，拢爱佚佗。甚至有的囡仔活伫迄个家暴的环境、隔代教养，甚至转去厝的，有当时安怎？有一顿无一顿安尼。时常厝内嘛安怎无电无家事，所以伊当时就照顾遮个囡仔，啊，遮个囡仔拢叫伊陈爸，拢甲认做是老爸安尼。这个陈爸伊伫大治本地区已经设8间这个书屋啦，哦，啊，伫书屋的内面教因包括怎因原住民的技艺编织，哦。啊，射箭、独木舟，甚至学校的课程等等遮个，佮提供免费的暗顿，互遮个囡仔食。伊转去到伫台东，将伊所欠的钱几百万拢开甲怎，拢无啊。然后伊才开始安怎邀请人做阵来参与，甲因奉献安尼。所以有差不多规半年的中间，拢是咧食泡面的过日子。伊讲，互囡仔食泡面，安尼嘛是袂用的。后来这个代志，迄个新新闻的总编辑，迄个古碧云听到了后，听到这个陈爸的故事，伊想讲，哎哟，这真的啊假的？啊，所以伊到伫当地治本地区去看所有的书屋，观察了后，伊就写一本册，叫做《爱无所谓》，无所畏惧啦。伊这本册伫2013年的7月17。伫台北举行这个发表会，发表会了后，你毋知道当地就有一个地主，伊就安怎提供伊的土地，互这个陈爸来发起一书屋一亩田的计划。哦，啊，所以迄当时消息一出去，全台湾超500几位的民众做阵来建设这个永久性的书屋，所以起2层楼。伫遐2015年的时阵来完工。伫2018年，这个陈爸接受迄个中视改变的起点这个节目的专访，伊问讲吼啊，孩子的书屋有一日会当安怎，莫阁搬落去啊？讲消息莫阁搬落去，为什么？伊讲上好这个书屋消息莫阁搬。伊讲若无需要这个书屋，代表当地的囡仔，拢会当伫正常的环境中间得到好的照顾，这是伊的期待。莫阁办啊，会通安怎？会通伫遐有好的这个学习的这个环境。但是事实上，就不断有侪弱势的家庭甲囡仔需要陪伴，
所以这个陈爸安怎，伊无眠无日，拢伫遐奔波啦。所以长期以来，迄个压力低到安怎？胃痛、血压悬、血糖嘛悬。医生甲警告讲吼，你爱装迄个心导管。结果伊连迄个排的时间嘛袂赴安怎去完成。结果2019年的7月初9，伊因为身躯安怎感觉讲无爽快，出门的时阵，迄个心肌梗塞煞昏迷过身。伊过身的时阵，才55岁，伊家己口槽顶头甲寸万痛苦。但是迄个事务内面已经成立财团法人啊，内底有60几个员工，逐个人伫遐安怎，拢伫遐过来要安怎，过来要安怎？因为因这个事务真要紧的免托这个导师离开，甚至有囡仔会讲，我不要再失去一个爸爸，我不要再失去一个爸爸。这个事务到呾伫台东地区27栋，伊有10个这个事务的据点，服务这个低本地区的学生囡仔。伊这个事务的成立，就是望来填补家庭学校功能的不足，所以包括每日的食食、囡仔的心灵的健康等等。多元的学习，这是因所努力的。这个事务唔干那，互囡仔脱离迄个不安甲惊吓，互因看到未来是有望的，无阁骄傲，无阁安怎穿衫穿袂少，也是讲委屈的时阵，无人会通听因讲话。这囡仔将这个事务当做因第2个厝，而这囡仔。因有这个机会，慢慢安怎彼此伫遐来修补因的创伤，找回因的自信，甲找着因学习的快乐。这个陈爸拄啊过身无偌久，疫情就愈来愈严重，所以事务的经营非常的艰难，非常的辛苦。所以当咱听到这个消息了后，咱教会就为这个事务安怎？捐款100万，为着要互这个真有意义、疼人的工课，会通安怎继续伫大台东地区伫遐来延续。其实圣经内面，互咱看到的有真侪这个mentor、这个导师，是一种信仰精神的延续，爱咱真做更较侪人的这个祝福。有真侪导师的故事，其实通过这个故事，拢是互咱去学习，因到底用什么款生命的态度来回应上帝伫伊身躯顶的迄个呼召。伫历史的中间，当然嘛有真侪故事。我家己真爱一个故事，就是北海道这个札幌农学校的这个William Smith Clark， 这个克拉克博士，这个校长伊的故事。即马北海道的这个北海道大学，就是这个克拉克这个老师所设立的。伊伫19世纪的时阵，是伫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农业大学的校长。但是迄当时日本拄好要改革。要安怎脱亚入欧？无爱伫迄个亚洲的文化，伫遐安怎？迄个文化，因认为迄是无好的文化，所以因望去学习欧洲的文化。所以欧洲的文化也包括美国，所以因日本的政府伫1876年的时阵，就邀请这个克拉克这个校长，伊来到伫北海道占卜罗迄个所在，札幌迄个所在。来设这个札幌农学校，这个学校真特别，全部拢用英语来教课。克拉克是一个真虔诚的基督徒，所以伊逐工拢会招这个学生做阵安怎？做阵读圣经，
伊逐工拢有一个短短的讲道，伫遐来分享圣经的真理。伊用性命去陪伴学生，毋干那教导这个农业、科学，搁较强调迄个心灵、精神顶头、信仰顶头的诚实、骨力、敬畏上帝等等遮的。伊嘛引进真侪伫日本无的物件。咱今仔日足侪人爱食日本的咖喱，对毋对？哦，日本咖喱从谁引进的？就是安怎？就是这个克拉克，这个校长伊所引进的。因为迄当时因认为西方的文明的进步，咖喱是一种代表。啊，因为咖喱其实是对印度到伫英国啦，哦，啊，所以迄当时英国搁传到伫这个日本的所在。这个克拉克伫迄个中间，甲日本人介绍这个咖喱，但是大家人看到这个咖喱拢安怎袂介意，因为安怎西式，所以袂介意。啊嘛食起来吼，怪怪。但是克拉克伊伫北海道吼，伊种啥物？伊引进马铃薯，吼，伊引进这个人参、红萝卜，伊引进迄个洋葱，拢伫北海道伫遐种。伫遐种做了后，伊就煮这个马铃薯、红萝卜甲这个洋葱，干那安尼的咖喱，都互学生开始咧食。所以因的学校内面上接食的就是食咖喱饭。啊也因为安尼，通过即款的学习甲风气，嘛渐渐影响着全部的日本。虽讲克拉克伫三波罗迄个所在，敢若短短8个月的时间，但是用伊的性命影响一代的学生，伊开始建立一个用信仰、品格，甲伊的志向的教育的风气。所以你也去三波罗迄个杨之秋展望台，会当伫遐看到即个克拉克伊的雕像，搁伫遐。迄个雕像嘛有一个真出名的名言，讲 "Boys, be ambitious"， 讲少年呢，你着安怎？要有远大的志向，你要胸怀大志。意思讲，你人生要有一个使命啦。咱的人生敢有使命？所以伊咧甲学生讲，咱就是安怎？要有一个使命。你的使命是啥物？有可能是真做一个 mentor， 有可能是将一个号调去甲挖出来。所以日本脱离迄个封建的这个明治维新的时代了后，进入迄个明治维新的时代，因就开始引进这西方的科技人才。特别克拉克是一个基督徒，伊留落这个真好的信仰的款式，互伫这个三普罗这个农学校的这个学生中间真要紧的典范。伊的学生中间其实有两个真出名的人，一个就是咱咧讲的内村健三，另外一个就是这个新都护道造。这内村健三，伊本身是日本基督教本土化一个真要紧的推手，咱咧讲无教会主义的推动者。新都护道造对咱台湾贡献更较大，因为伊互人称作安怎？台湾糖业之父。所以这是伫历史中间，互咱看到的mentor。一个社会要进步，就是安怎？爱有真侪即款mentor的人物，真做一个社会，也是国家，甚至学生的祝福。伫信仰中，咱嘛看到旧约的圣经内面，摩西甲约书亚，摩西是真做约书亚的mentor，以利亚甲以利沙。这个老师甲学生的关系，甚至伫新约的中间，耶稣甲伊的门徒，也是保罗甲提摩太，这拢是一
一种信用性命的这个 mentor。但是我要讲的，耶稣是咱生命中上大的导师。所以各位同学，谁是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导师？除了我们的父母亲、我们的老师之外，你在圣经里面学到谁是你的导师、最好的老师？谁？耶稣。耶稣是我们最好的导师。耶稣也告诉我们说，不要禁止孩子来到我这里，因为有人带孩子来到耶稣的面前，要耶稣为他们祷告，就有人阻止。所以耶稣说，不要禁止孩子来到我这里，因为上帝的国是这样的人的国。所以耶稣一定会帮助我们，陪伴我们。所以耶稣不只是一位老师，更是陪伴我们的一个人生的 mentor 导师。同款的，嘛要提醒咱的家长、咱的兄弟，今仔日是儿童少年的主日，牧师也要提醒咱每一位，你伫教会内面，有当时你的所行，无形中间就安怎去影响着咱的细囝。检测你毋是会教学的老师，但是你的讲话、你的信用的态度，无形中拢会去影响着咱的学生，还是其他的人。你一句鼓励话，一个学老，还是讲甲囡仔做阵祈祷，拢会通成做囡仔一生伊的信用的记忆。所以囡仔需要父母陪因读圣经，带因来礼拜，甚至伫失落的时阵，讲咱做阵来祈祷。我想这是一个真要紧的。我印象中间，我的老爸带我祈祷的时阵，是我要读神学院的时阵。我要去读神学院，阮老爸拢安怎讲？我无啥会晓祈祷，但是你要读神学院，我甲你做阵祈祷。这互我印象真深。虽然我的老爸已经过身，转去到伫天顶的家，但是我拢知影，伫我人生真要紧要踏出第一步的时阵，伊的祈祷真做我的祝福。咱来知影，做一个 mentor， 做一个导师，毋是一个威权者、迫害者。咱亲像爱学耶稣基督奴仆的态度，去谦卑来洗脚。所以，这个 mentor 生命的导师，伊毋是控制，伊是陪伴，用谦卑服侍来陪伴，用圣经的真理来引带。所以，人生的导师，伊的特质是陪伴。亲像提摩太有伊的老母、伊的阿嬷，属灵的老爸保罗的陪伴，嘛亲像迄个山坡路迄个农校的克拉克校长，伊用伊的生命的陪伴，也是咱咧讲的台东这个孩子的书屋城堡，伊嘛是一种陪伴。所以刘兄弟，咱每一个人，拢有可能上帝呼召咱成做囡仔的一个mentor。最后我要讲的，亲像克拉克校长甲学生所讲的，少年人你要有胸怀大志，你要有你的梦想，你要有你的信用，你的疼，你的人生要有使命。人活伫世间，毋是安怎，伫遐食饱困，困饱食，乃是人生要有使命。毋干安尼，咱这个使命嘛爱互咱的囡仔去学习，认捌耶稣基督，伊是咱生命上要紧的导师。生命的导师，安怎讲起，毋是单打独斗。影响咱的人，有可能是真侪人。
咱袂当做一个校长兼讲经的人，咱一定安怎爱做阵一合，互咱会通伫信仰的这个道路顶头，会通彼此来建立。生命的导师毋是单打独斗，那亲像保罗伫《以弗所书》第4章内面所强调的，讲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教师，拢是为着要来成全圣徒，建立基督的身躯。所以保罗嘛甲咱讲，毋干那是一个使徒尔，阁有先知、有传福音、有教师、有牧师等等遮的，互咱会通彼此陪伴，伫听的中间来成长。其实咱即马，你莫看讲咱的儿童甲少年人真多，啊，等下因阁有即个献诗，但是咱爱知影，即个背后是一群老师、家长的协助。牧师也毋望，譬如讲咱的少年团契，即马嘛真欠缺辅导。你若是对少年有负担，请你和社长长老联络，也是和我联络。这个负担就是安怎？你会通真做这个少年人的帮衬，特别咱可能30、40岁的社青，你人生的中间，你敢有啥物款的使命？若是你会当找到人生的一个使命的所在的时阵，我想你会当影响一代的人。咱拢需要伫咱中间，逐时代拢有咱生命的导师，互咱的教会会当一代线过一代。那亲像咱教会一改建的时阵，咱的长老迄当时咧甲我讲牧师啊，阮一代若无处理，无去教会，后一代就困难完成。这就是这代的长老，因有这款的眼界。啊，咱嘛是需要有这款的眼界，去看到未来10年后、20年后，咱的教会要成做什么款的教会？有眼界的教会，才会通不断来向前来迎光上帝。咱同心来祈祷，主恳求你帮助阮，互阮成做一个有眼界的生命。就你的呼召来参与伫上帝国的起造，愿你帮助阮一代线过一代，拢会通成做荣光上帝的教会。阮的祈祷恳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插甲来吟圣诗第506首。信息第506首，拜上帝囝儿，会众请起立，吟全首。
会众请坐，即时是公道的时间。咱今仔日要为下面的3项代志来祈祷。第一，为儿童主治学甲少年团契信用学习甲喜乐成长。第二，为团契诗班2026年首长改选大岛。第三，为实践行公义、好人民的上帝国。咱大家同心开喙来祈祷。即时，请蔡宇恩同学、王恩玲同学、王恩惠同学，因带咱来做结束的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予阮做伙来到你面前。今仔日，阮特别为儿童自由甲少年团体来祈祷，求你，予阮大家快乐的学习。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予阮搁较明白你会听，搁较明白你的话，予每一个囡仔常常欢喜，直到无煞。主啊，感谢你一直看顾阮的教会，每年被开出来会长甲队长，求你使阮信心引带，予阮一切做你心意。求你体谅过去考试嘛比班精选出来的，予因有力量、有智慧，传领阮亲近你，安安甲你连结的。阮这个教会所有的团契甲诗班，拢因为你的恩典愈来愈好，荣耀你的圣名。主啊，你爱阮行公义，心存怜悯，求你赐阮智慧，会晓分辨对甲毋对，若看到毋对，嘛求你赐阮勇气，家己场的迄边，求你赐阮温暖的心，会感觉人的艰苦，嘛会帮助受苦的人。求你嘛赐阮教育的能力，好为正义出声，会当扶持需要的人。互信息因带阮的行动，互人看到你的听讲公义，愿你的怜悯、你的公义得到实现。阮安尼祈祷，
拢是互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免。即时咱来奉献。请大家起立，用奉献诗做咱的祈祷。会众请坐，请侍中长老来报告。各位兄弟，大家平安。我代表装备部门咱遮来报告吼。请大家看周报通知事项的部分。第一，今仔日咱9月14日来举行
儿童甲少年的纪念主日，咱儿童主日甲少年团契做伙伫第一场的礼拜来服侍吼。我伫遮也要再次来感谢咱政会友对咱儿童主日甲咱青少年事工的支持，特别是侪的家长、老师甲辅导，伫咱无用的中间，优先第一伫囡仔的信仰教育吼。若咱家长咱家己无用不要紧吼，咱会记得将咱的囡仔带来，交互咱的老师，这就是对阮上好的支持吼。当然上重要的就是咱感谢上帝的恩典，伫侪教会拄着少子化的问题的时阵，上帝有缘赐咱侪样仔做咱的产业。请大家为着咱的儿童主日甲青少年的事工来代祷，恳求上帝来帮助咱，继续用圣经的话语来引带咱的囡仔，互即个信仰有一天成做因家己的信仰，互上帝成做引带因一生的主宰。咱伫遮也邀请大家为着咱今仔日。为着咱儿童主日甲少年团契伫礼拜的努力，因真骨力咧准备吼，真用心，表现真好，咱互因一个鼓励，好无？谈拄牧师有讲吼，就是讲，当然咱看。无论是任杰老师，也是亚玲老师的引带之下，伫儿童主日甲少年团契拢有真好的事工，咱嘛有老师咧投入吼。总是我有一个愿望啦吼，伫1-2年前，我有甲一寡咱的同工咧讲吼，伫我大学的时阵，我有一寡较囡仔较大的同工吼，我伫大学的时阵，我是因的辅导吼。即马我是因囡仔的辅导吼，我讲我完全无愿望，有一天我是因孙的辅导啦。所以足愿望，咱有搁较侪的，特别是青年吼，来投入咱的青少年的事工吼。好，来看第2项，今仔日是第2个主日，是咱的月定奉献主日，咱会当摕奉献地，也是用咱的。公益捐款平台来奉献吼，你若需要个人的奉献地，也是咱的奉献代码，请办公室这边来请因来帮你制作吼。第3就是咱今仔日开始圣经学校要来开始上课，嘛请大家注意咱，因为真的电子设备足发达吼，所以大家拢有手机吼，伫上课的过程中间。请大家会记得，你的手机爱关静音吼，互咱的课程会当顺利来进行。第4项就是咱的后礼拜6、9月20吼，是咱的全教会一日游吼。游览车是准时8点出发，请大家唔通袂记定吼。也欢迎大家做伙来参加吼。相关的信息，或者若有无清楚会当。县民执事这边来请问吼。第5项，杨博威牧师要伫9月21就任邦桥后埔教会的传道牧师。博威牧师对新学生甲传道书的过程中间，就一直伫咱教会来服侍有8年外的时间。咱伫遮感谢伊的付出，欢迎大家参加伊的就任式，也继续为伊的传道生涯来代祷。第6小会定伫10月19日，礼拜日要来召开中职改选的会员好会。咱对今仔日开始的接受会友来推荐执事的候选人，时间是到9月27拜6下晡5点吼。小会会伫28来进行审核甲推荐的作业，伫10月初5来公布名单吼。若有意愿推荐，有一寡咱小小的角落，可能咱的同工中职无得较看会到吼，但是咱若发现讲，有适合的人选，咱拢会当来帮忙推荐。拢是推荐的时阵，请大家看这边咱的资格，就是爱入会满2年吼。
啊，若是转职的，上少爱满3个月，啊，70岁以下吼，等等，请大家遮这边来看吼。啊，第7，为着配合咱整未来的施工的计划，请团契诗班也伫10月18进前来举行改选吼。啊，从即个改选的结果来通知小会议长，咱做伙来进行明年施工的计划。第8，咱守护台湾的祈祷会，每一礼拜5暗时7点。啊，即礼拜5有邀请李恒德伫台大医学院通识课的老师吼来做分享。第9，咱圣经校，咱对今仔日开始来上课，啊，课程伫遮。欢迎大家来参加，啊也请大家为着阮来支持大岛甲好。第10，有一个网络的防诈骗的宣传吼，大家相信兄弟嘛常常来拄着吼，啊，即个诈骗防不胜防啦吼，足困扰的吼。啊，咱有邀请中正一分局的警察吼，啊甲公司来即边来大家。来上课吼，啊，时间9月14，今仔日下晡3点45分吼，伫小礼拜堂。第11，由咱一群基督徒所创办的八角塔男声合唱团吼，啊，因即摆有邀请德国的人声合唱团来做台湾做演唱的表演吼，啊，因对即个宗教的音乐啊。有侪的导览吼，啊，时间是10月7日，拜3暗时7点半伫国家音乐厅吼。啊，对教会的会友有犹太伫遮，啊，若是有需要的兄弟，咱会当到办公室来填写购买。12就是玉兰庄教会事工，玉兰庄教会是伫1989年来，玉兰庄是伫1989年来成立吼。是一个推广日语活动的银发族关怀据点吼，啊，伊甲咱教会嘛有侪的关联吼，啊，目前是咱教会咧甲支持啊协助关怀，啊，已经成立36周年，要定伫9月21日下晡2点伫大礼拜堂来举行音乐分享，啊，22日下10点伫小礼拜堂来举行感恩礼拜。欢迎大家来参加。啊，以上报告。这时，请黄春生牧师来介绍甲请安。伫遮来介绍2位来宾。首先来介绍的是郑子奎。伫东吴大学，毋知伫带会当互咱熟悉无？郑子奎，来，请起立，让我们认识你，谢谢。过来是詹新荣，请起立欢迎，请坐。咱也甲咱的兄弟彼此请安，愿上帝施恩祝福伫咱中间。他甲来吟尾辩的诗，信诗第450首，恳求上帝施恩祝福。请大家起立，吟诗线，请黄春生牧师祝祷。
来领受上帝祝福。愿守顺永望的上帝，互恁对神来充满逐样的欢喜平安，互恁伫圣神的关联得到满满的愿望。但愿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极大的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甲恁正大家三个伫地，对一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免。请坐，别倒，闭会。若是有需要，台岛的兄弟会当到后面的雨伞骹，有同工来为你祈祷。